当年的4月、5月，会有几大阵的纸板鸭牵线飞上北，今年煞是犹未看到。为着要了解因生态牵线的路线，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找专家研究，用5年的时间拍影片，要记录台湾纸板鸭的状况。你们的一生就是一场长征。纸板蝶对幼童到变成鸭，一生的过程拢伫纪录片《消失的纸板蝶》内面。这是生态导演詹家良用5档的时间，亲入高雄、屏东附近的纸蝶幼果，用超高速摄影机来翕鸭的变化。对导演来讲，嘛像咧观察家己的囡仔成长大汉。对我来讲，敢若我的小孩子慢慢啊愈来愈大，伊安怎度过伊的一生？我感觉鸭甲人同款，拢是有人性的。自细汉就介意蝴蝶的詹家良，较早敢若研究罕见的蝴蝶，一直到发现纸板蝶的车地，互人提起停车场。烦恼民众唔知影纸板蝶的珍贵，才开始研究，嘛开始翕消失的纸板蝶。伊讲，若用一般的摄影机，敢若会当看到乌影飞来飞去；毋过用超高速摄影机，就通看到鸭的细节的变化。树底底的时间，就通换几啊种的色水，嘛才发现讲，原来鸭嘛是有表情的。蝴蝶吼，咧飞的过程当中吼，其实拢会拄到一寡飞扬。吼，比如说，咱有高速公路，伊飞过时，可能就会去互车弄着。另外就是讲一寡迄个环境的破坏，数量就会慢慢减少，会有这个现象。委托导演研究的景观处就表示，这种台湾特有种即马受到真大的威胁，因为台湾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纸板蝶伫秋天往南过冬，但去年的调查发现讲，即马上大的车地敢若剩垦丁。推测甲气候、甲开发拢有关系，所以希望透过纪录片，互更较侪人会当珍惜环境。记者陈文子、准由台北采访报道。